就是說，他們要打毒酒就打毒酒。一次打到混戰勝利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暫緩實施對等關稅，但就繼續對中國徵關稅之餘，更加進一步提高稅率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四喺 X 平台發佈一段毛澤東嘅舊片，並配文指我哋係中國人，我哋唔怕挑釁，我哋唔會退縮。呢一段影片係毛澤東喺1953年2月7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嘅發言，表明中方多年抗美援朝嘅決心。佢之後又發佈咗一張漫畫圖片，顯示由中國製造、特朗普著名嘅 MAGA， 意思即係讓美國再次偉大嘅紅色 cap 帽，售價由原本嘅50蚊美金，喺加徵關稅之後加價27美金，即係大概209蚊港紙，去到賣77蚊美金一頂。諷刺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，最後都會係美方自食惡果。對於今次貿易問題，中方態度強硬，而商務部喺星期四例行記者會嘅時候，被問到會唔會就關稅問題同美方展開談判，發言人就話要談判，中方大門敞開，而要打貿易戰，中方都會奉陪到底。